最近网络流传一段影片，就是台大合唱团伫咧国家音乐厅唱《受惊歌》。这条《受惊歌》是国内推广台湾文化的音乐家简尚仁所作的曲。台大合唱团甲简尚仁拢表示，希望透过着这款的方式，向大众展现着台湾文化。这条受惊歌是以台湾传统信仰的受惊词改编做合唱版本的全台语受惊歌，这些观众听了拢感觉真新奇。不过，这条歌在2009年头摆演出的时，观众反应并不好。观众不习惯在比如说国家音乐厅等这种比较正式的场合听到这种比较台湾传统民俗的声响，现在观众比较能多元接受。合唱团讲，因唔是每个团员拢会晓台语，团员之间各有腔口差。为了完整展现这条受惊歌，因是用真侪时间做真侪研究。可能大部分很多人都会，但是大家学的腔调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就会在更加考究说这首歌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腔调去唱。求阮同我讲，卖请修文作书降魂来，四大天公降魂来，天吹吹，地吹吹，金童玉女舞当归。这条受惊歌的作曲家是注心咧推广台湾本土文化的音乐家简尚仁所写的。伊表示，希望透过这条歌，让大众认捌道教的音乐特色。你若看西方的音乐，迄教会音乐，啊，甲这个做佛教的音乐，看起来拢较平和、较温暖嘛。道教的音乐好特别较活泼，哦，噔啊噔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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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也跳动嘛，感觉活泼。简尚仁认为，传统文化若要代代传，需要加入新的元素，让这款文化有新的生命，也通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生活模样。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